一條片話俾大家知，開咗15年嘅老牌眼鏡店井木都有啲乜嘢鏡片咧，全部都係進口嘅德國蔡司、日本豪雅、法國伊士路、德國羅登斯德、日本 Nikon 正規授權，全部都係正品。各大 app 一查就可以驗證，絕對唔會整漏嘢呃人。想要揀靚框，擔心款式太少唔啱面型，你唔使擔心，鏡框款式多到過萬款任你揀，無論係新潮嘅 AI 款定係收藏款，應有盡有，一定可以揀到啱心水嘅款式。驗光同配鏡就更加可以放心啦，全部都係國家1級驗光師同埋1級定配師親自跟進，細心又專業。如果急攞，更加要選擇井木眼鏡啦，最快30分鐘可以攞。如果平時唔得閒過嚟，都唔使驚，也都可以直接順豐寄返香港屋企就可以收到，超方便。配眼鏡之後咧都有長期保障，隨時可以過嚟免費洗眼鏡、免費調整鏡架，仲會幫你記錄視力檔案，追蹤你每一年嘅眼睛復驗情況。鋪頭地都好容易去到嘅，出關之後右轉就可以見到羅湖商業城嘅標誌啦。搭扶手梯上去，入到3號門見到喜茶，左轉就係井木眼鏡啦。而家點讚試行到門店出示配品牌鏡片，即享價錢比香港便一半，仲有折上折和免費送價值799鏡框。